最近上映嘅硬核動作大片《火遮眼》當中，謝苗飾演一個打不死嘅失語父親王偉，喺片入面展現出超強嘅武力值。唔少觀眾睇咗之後都對呢一個沉寂已久嘅童星刮目相看。畢竟過氣童星想要喺瞬息萬變嘅娛樂圈入面再次吸引大家嘅注意，勢必要付出更加多嘅努力。從謝苗喺影片當中展現嘅真打真功夫，就可以足以睇得出。佢為咗呢一身真本事肯定捱咗唔少苦噶啦。儘管名氣不如從前，但係不得不講，謝苗仲係非常幸運嘅。要知道曾經紅極一時，如今消失唔見咗嘅童星大有人在。作為電影愛好者，阿珍呢一次就同大家嚟傾一下香港影壇當中消失唔見咗嘅13位童星，佢哋個個都係童年回憶。睇下你仲記得有邊幾個？釋小龍5歲出道，代表作《旋風小子》《新烏龍寺》《少年黃飛鴻》。釋小龍2歲被送到去崇山少林寺拜師習武，4歲就喺鄭州國際少林武術節入面攞低咗少林通臂拳、羅漢棍2項優秀獎，實打實嘅真功夫由細練起。1993年，5歲佢被港台影視公司挖掘，搭檔林志穎、郝邵文拍攝人生第一部電影《旋風小子》，奶氣嘅小光頭配上利落嘅拳腳，一上映就火遍咗兩岸三地。緊接住新烏龍寺、無敵反斗星、十兄弟等嘅作品接連上線，佢同郝邵文嘅一文一武嘅搭檔成為咗90年代最有票房號召力嘅童星組合。後來轉戰電視劇賽道，少年包青天入面基敏嘅展超，少年黃飛鴻入面嘅熱血黃飛鴻，又成為咗幾代人嘅童年熒幕記憶。事業上升期，佢選擇停低拍戲，遠赴海外求學，咁樣一別就4年幾啦。等到佢學成歸來，國內影視圈早已經換咗風向，流量偶像崛起，傳統功夫片嘅市場持續收縮，佢嘅人氣大不如前。之後10幾年入面，佢陸續接拍咗唔少嘅武俠動作作品，仲嘗試幕後做武術指導，始終係冇離開功夫影視嘅賽道。如今嘅釋小龍就已經退咗童星嘅光環，低調迎娶圈外素人妻子，生下女兒之後成為咗顧家奶爸。佢雖然冇辦法重回年少時候嘅頂流位置，但係一直係堅持真功夫實拍，偶然推出嘅動作作品依舊可以睇得出紮實嘅功底。生活安穩，事業穩步，行出屬於自己嘅節奏。謝苗9歲出道，代表作《新少林五祖》《赤子威龍》《目中無人》系列。謝苗自細喺北京學習武術，1993年9歲嘅時候被導演王晶一眼睇中，拍檔李連杰出現咗《新少林五祖》入面嘅洪文定。小小年紀，眼神凌厲，打戲乾淨利落，一出場就驚豔咗無數觀眾，仲被業內冠上李連杰接班人嘅名號。之後佢哋接連拍咗《小飛俠》《賭神2》《赤子威龍》等嘅作品，同周潤發、吳孟達等大牌嘅明星同台合作，成為咗港片黃金年代最知名嘅功夫童星之一。就喺事業最紅火嘅時候，佢聽取咗周潤發嘅建議，12歲選擇淡出娛樂圈，回歸校園，專心完成咗學業。大學畢業之後，謝苗重返演藝圈，但係呢個時候動作片嘅黃金時代早已經過去。佢攞唔到優質嘅影視資源，只可以喺各類低成本網絡電影入面打轉，一度被網友貼上爛片專業戶嘅標籤。但佢從來都冇鬆懈過武術功底，每一部戲嘅打戲都係親自上陣，堅持拳拳到肉嘅實拍風格。直到目中無人系列、東北警察故事系列接連嘅出圈，低成本網大拍出院線級嘅打戲質感。謝苗終於靠住實打實嘅功夫翻紅，成為咗網絡動作片嘅標杆演員。2026年上映嘅《火遮眼》入面，佢飾演嘅失語父親打滿咗全程，再次收穫大量好評。如今佢深耕硬核動作賽道，家庭生活低調幸福，成為中生代功夫演員入面最穩嘅實力派。郝邵文3歲出道，代表作《旋風小子》《新烏龍寺》，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郝邵文3歲被星探挖掘，4歲搭檔釋小龍飾演咗旋風小子，戴住圓墨鏡、古靈精怪嘅俏皮樣一出場就引笑咗無數嘅觀眾。緊接住新烏龍寺上映，佢飾演嘅貪食愛鬧嘅小和尚，同釋小龍嘅沉穩功夫形成咗鮮明嘅反差。電影喺台灣創下咗2億嘅票房，兩人亦都成為咗全亞洲最火嘅童星組合。
之後嘅幾年入面，佢接連拍咗20幾部電影，仲發行過個人專輯，小小年紀啊就已經賺1000萬身價噶啦。2003年，13歲嘅郝邵文為咗完成學業，全面暫停咗演藝工作，但係因為屋企入面投資失利，佢細個嗰陣時賺嘅片酬咧幾乎全部蝕光晒。大學期間啊，佢只可以半工半讀咁維持生計，斷斷續續咁讀咗6年啊，先完成咗學業。2009年佢正式復出，但係細個嗰陣時嘅靈動氣質已經冇晒啦，影視資源咧大不如前。只可以喺影視劇入面出演配角，始終係不溫不火。近幾年啦，郝邵文轉型做起直播帶貨，憑借住溫和踏實嘅風格意外出圈，直播間嘅銷量居高不下，重新翻到去大眾嘅視野。生活入面嘅佢早已經係結婚生子，同妻子育有2個女兒，定居台灣，日子過得平淡安穩。雖然冇繼續喺影視圈入面大紅大紫，但係佢靠住自己嘅努力，將生活越過越好，亦都算係童星入面難得嘅平穩歸宿啦。蔡志強7個月出道，代表作《寶貝計劃》。確切啲嚟講咧，蔡志強並唔係香港人，因為佢喺《寶貝計劃》當中嘅表現非常精彩，所以咧將其列到呢個榜單入面。後面會提到小彬彬、黃元坤咧，亦都係咁樣。因為佢係曾經喺港片入面發光發熱。蔡志強嘅母親咧係哥倫比亞人，全家咧長年居住喺澳大利亞。一次偶然嘅機會，父母帶住3個月大嘅佢嚟到香港遊玩，乘坐地鐵嘅時候，佢吐舌頭扮鬼面嗰個樣將同乘一列地鐵嘅陳木勝引到哈哈大笑。陳木勝當時咧正喺度籌備寶貝計劃，就主動邀請咗蔡志強嚟試鏡。母親一聽個仔有機會同成龍合作電影心情非常激動毫不猶豫咁應承咗。2個月之後蔡志強不負眾望，成功咁喺1000多名小朋友當中脫穎而出，得到同成龍、古天樂一齊出演寶貝計劃嘅機會。憑借住喺影片當中嘅可愛演出佢仲入圍咗第2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嘅評選，成為咗金像獎歷史上面年紀最細嘅被提名者。不過呢部電影之後，蔡志強嘅父母冇繼續俾佢喺娛樂圈入面發展，直到2016年11歲嘅佢先着住西裝再次出現喺金像獎懷舊環節當中，用一口流利嘅英文進行咗自我介紹。如今已經19歲嘅佢，早已經長大成為呢個大小伙咯。舊年佢仲喺採訪當中表示，自己會好好學習，考上一間好嘅大學。睇嚟一時半刻都唔會去到娛樂圈發展噶啦。小彬彬3歲出道，代表作《全家福》、《魔翡翠》。小彬彬嘅真名叫做溫兆宇，係台灣人。因為細嗰陣時中意模仿大人，未夠3歲就參與咗轟動一時嘅電視劇《再見阿郎》，之後參與咗《星星知我心》，更加係享譽咗成個東南亞地區。佢亦都因此被譽為超級童星。台灣著名製片人黃應祥睇中咗商機，一口氣同佢簽咗8部合約，並且將佢帶到香港發展。在此之前佢主要喺新藝城同埋永盛電影公司拍戲，合作嘅都係著名嘅導演同埋當紅明星。全家福當中同許冠傑飾演父子，兩隻老虎嘅導演係吳宇森。恭喜發財當中嘅搭檔係石天同埋譚詠麟。大小不良當中同曾志偉鬥智鬥勇。魔翡翠當中又同劉德華飾演咗舅甥關係。1991年12歲嘅小彬彬同洪金寶、黃百鳴、廖偉雄合作完咗《小鬼3個爸》之後喺香港影壇演藝之路亦都行到去盡頭啦。主要嘅原因係隨住年齡嘅增長，佢嘅顏值變化好大，逐漸冇咗細個嗰陣時嘅可愛氣質。長大之後，小彬彬逐漸淡出去娛樂圈。結婚生子之後，佢又要等自己3個仔延續佢細個嗰陣時嘅演藝之路，但係均未成功。而佢嘅2任妻子亦都喺教育細路仔嘅觀念上面同佢存在分歧，先後同佢離咗婚。如今年過40嘅溫兆宇事業不順，家庭破裂，生活得好不如意。最艱難嗰個時候佢需要去到爺爺嘅餐廳入面打工，先可以勉強度日。陳卓恩3歲出道，代表作《至尊無上2》、現代豪俠傳。陳卓恩嘅表演天賦極佳，3歲出道就直接搭咗董驃、李麗珍出現咗猛鬼佛跳牆。同年又喺電影《亡命天涯》當中飾演咗元彪個女，最後中槍身亡嘅嗰一幕哭戲非常有感染力，絲毫都唔輸俾專業演員，令人睇一次喊一次。
最犀利嘅咧，仲係蜘蛛無上二飾演咗王傑個女食麵嘅嗰一段殺傷力極大，任何一個父親睇咗都會動容。同時佢喺《合家歡》同埋《現代豪俠傳》當中分別飾演咗黃百鳴同埋梅艷芳個女。令人印象深刻嘅咧，仲係1989年佢搭檔鐘楚紅、周潤發出現咗《伴我闖天涯》。佢喺影片當中飾演鐘楚紅嘅外甥女嘉嘉，情到深處嘅哭戲分分鐘可以令人睇到跌晒眼淚噶。按照呢個趨勢發展落去，陳卓恩喺香港影壇當中未來可期。但係遺憾嘅係，8歲嗰年佢就淡出演藝圈咯。如今年近40嘅佢早已經結婚生子，過去都低調幸福嘅日常生活。小柏林5歲出道，代表作《愛的世界》、《僵屍道長2》。小柏林係鄭柏林嘅昵稱。佢5歲出道，頂住一個飯碗頭同2個小酒窩，外加一張肥嘟嘟嘅面仔，睇起身非常有喜感，適合演喜劇。所以90年代初期，佢同梁家輝、梁朝偉、曾志偉同埋達叔等多位巨星合作，飾演咗一系列嘅喜劇作品。1992年，憑借喺《愛的世界》當中嘅精彩表現，佢仲獲得第35屆亞太電影節最佳童星獎。不過，小柏林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作品仲係佢同林正英、文仲嫻合作嘅《僵屍道長2》。佢喺劇中飾演嘅活佛小蝦米，睇起身非常自然噶。雖然有表演天賦，但係鄭柏林就係主動退出演藝圈。而今日佢已經成為咗一名除暴安良嘅警察。佢話啦，如果喺香港街頭遇到佢，一定唔好嗌佢小柏林，要嗌佢阿 Sir 啊。林正宏5歲出道，代表作《一眉道人》、《山村老師》。林正宏5歲出道，因喺林正英導演嘅《一眉道人》當中飾演小僵屍而走紅。由於兩個人都係姓林，外界一度認為兩人係咪親戚？實際上林正宏嘅真名係張裕理。演完林正英嘅僵屍片林正宏又出演咗梁鴻華執導嘅另外一部恐怖電影《山村老師》。張國權6歲出道，代表作《我和僵屍有個約會》3部曲。張國權嘅成名作係《我和僵屍有個約會》3部曲。佢喺劇中飾演面容天真但內心老成嘅小僵屍放復生，因為被僵屍王咬傷嘅時候仲係一個細路仔，所以永遠都長唔大。為咗隱瞞身份，佢需要一直咁樣搬屋轉學，一直到68歲仲喺度返緊小學。不過到咗拍第3部嗰陣時張國權就已經完全變咗樣啦，完全就唔似一個細路仔，睇起身自然就冇前面2部咁討喜。拍完咗3部曲之後張國權就逐漸淡出娛樂圈。畢業之後又轉行做咗銷售，後來佢亦都拍過《我和僵屍有個約會》王之召喚嘅宣傳片，亦並未掀起水花。睇起身娛樂圈仲係真係一個人走茶涼嘅地方啦。何建威7歲出道，代表作《僵屍家族》、《僵屍叔叔》。何建威亦都係因為飾演小僵屍而成名嘅。佢7歲嘅時候就喺《僵屍家族》當中飾演 OK 仔，之後又接連出演咗《靈魂先生》同埋《僵屍叔叔》等嘅影片。由於出演嘅大多數都係僵屍喜劇片，佢仲被譽為喜劇小天才。不過踏入青春期之後，何建威再飾演小僵屍就會有啲尷尬啦。再加上影視圈想要轉型係非常唔容易，所以14歲嗰年演完一夫三妻之後，佢就退出咗娛樂圈，將注意力放在學業上面。畢業之後佢如願做咗一名消防員。如今早已經成家立室，而且生子嘅佢已經過上平凡又幸福嘅生活。關佩林7歲出道，代表作《八喜臨門》、《富貴逼人》系列。1986年，關佩林首次參與電影拍攝，同吳耀漢同埋馮寶寶合作嘅《八喜臨門》。當時只有7歲嘅佢喺影片當中展現咗超強表演天賦，尤其是係結尾演話劇嗰陣時嗰一季所展現出嚟嘅感染力，唔知道令到幾多明星汗顏啦。次年佢又再次搭檔吳耀漢，出演咗姜大衛執導嘅《不是冤家不聚頭》。憑借住呢部影片，女主蕭芳芳仲打敗咗《倩女幽魂》當中嘅王祖賢，同埋《秋天童話》當中嘅鐘楚紅，攞低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不過關佩林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作品仲係《富貴逼人》系列。佢同董驃、沈殿霞、李麗珍接連合作咗《富貴逼人》、《富貴再逼人》、《富貴再生逼人》以及《富貴黃金屋》同埋《豪門夜宴》。1994年，15歲嘅關佩林演完咗《伴我同行》之後，選擇退出咗影壇。如今佢任職於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廣告部，
最近一次出現喺公眾面前仲係第35屆金像獎當中童星回憶環節，完全長成咗一副大人嘅樣㗎啦。黃坤源8歲出道，代表作《阿郎的故事》《魯冰花》。黃坤源同埋陳卓恩一樣，都適合演苦情戲同埋喊戲。佢喺《阿郎的故事》入面同周潤發飾演父子。影片結尾，羅大佑歌聲響起，佢傷心欲絕嘅哭音，令人睇到痛徹心扉啊！《魯冰花》當中，佢又飾演一個身患重病嘅小畫家。生前只有老師覺得佢係天才，去世之後人人都話佢係天才。憑借住對於古亞明嘅精彩塑造，黃坤源仲獲得第34屆亞太影展最佳男配角獎。後來黃坤源又同好多當紅嘅明星合作一系列嘅影視作品。喺馬景濤、葉童同埋周海媚主演嘅《倚天屠龍記》當中，佢仲飾演咗少年時期嘅張無忌。後來因為課業繁重，黃坤源冇辦法接戲太多。喺90年代後期逐漸淡出娛樂圈。曾詩敏13歲出道，代表作《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曾詩敏淨係演過一部電影，但佢喺《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當中女扮男裝飾演黃飛鴻嗰個樣仲係非常值得誇讚嘅。時至今日，可能好多觀眾都並唔知道，當年嗰個將一眾毛賊揼到滿地亂咁碌嘅小黃飛鴻竟然係一個女仔嚟㗎。1980年出世嘅曾詩敏，10歲嘅時候就學習舞獅。後來喺師父嘅建議之下，佢又學習咗武術，並且喺當年舉辦嘅武術比賽當中一舉成名。袁和平欣賞佢嘅武術功底，就邀請佢同埋甄子丹拍檔，一同出演咗《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不過曾詩敏對於演戲冇咩大嘅興趣，演完咗呢一部電影之後佢就退出咗娛樂圈，專心練習武術。後來成為咗一名香港警察。以上呢13位曾經活躍喺影壇嘅童星，每個人都曾經喺港片最輝煌嘅黃金年代入面留低過獨屬於自己嘅亮眼印記。佢哋當中有啲憑住一張軟萌小面火遍全亞洲，有啲靠住極具感染力嘅哭戲賺足晒觀眾嘅眼淚，有啲喺僵屍片《合家歡喜劇》入面留低冇辦法復刻嘅經典角色。全部都係80、90後嘅觀眾收埋喺碟片時代同童年暑假檔入面嘅鮮活回憶。但係娛樂圈向來都係更新換代最快嘅地方，童星嘅職業花期本來係比普通嘅演員更加短。隨住年紀嘅增長，有人褪去咗細嗰陣時嘅靈氣同埋可愛，戲路大幅咁收窄；有人為咗專注學業，主動放棄咗演藝道路，亦都有人受限於市場風向變化，再都接唔到合適嘅作品，最終都係慢慢淡出咗聚光燈，消失喺瞬息萬變嘅娛樂圈入面。儘管如今佢哋嘅名已經冇咗當年嘅熱度，有人成為咗守護一方嘅警察同埋消防員，有人回歸家庭，過去咗低調安穩嘅普通日子，亦都有人為咗生活奔波，嘗盡甜酸苦辣。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係佢哋年少嘅時候喺熒幕上面留低嘅嗰啲鮮活瞬間，從來都唔會被時間輕易咁抹去。走紅從來都唔係人生唯一答案，告別熒幕亦都唔代表人生落幕。希望呢啲曾經為觀眾帶嚟無數歡樂同埋感動嘅小童星們，離開娛樂圈嘅舞台之後，都可以喺自己嘅人生賽道上面踏踏實實咁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